音樂係一種透過聲音呈現嘅藝術，聽眾可以用耳仔享受，演奏者亦都可以透過音樂表達自己嘅諗法，傳遞情感同交流。今集我哋有音樂治療師同歌唱導師分享音符嘅震動同旋律點樣為人帶嚟得益。喺文獻入邊咧，我哋就係見到原來音樂治療就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就已經有記錄咗喺一啲文章入邊。咁就係話當軍人佢哋喺受咗傷啦，喺醫院啦，咁就有一啲佢哋係識得音樂嘅，佢哋會喺醫院入邊玩音樂啦，或者佢哋會聽音樂啦，去做啲痛楚管理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咁1944年美國就有第一間大學咧去設立咗呢個音樂治療嘅學位課程，有學士學位課程啦，有碩士課程啦，有博士課程啦，佢會有佢嘅證照制度啦，同其他跨專業咧有好多相連嘅地方。我哋見到原來一步一步走過嚟咧，音樂治療嘅專業發展咧其實係好廣泛咯。鄭希雷係澳門首位職業音樂治療師，近年亦都參與大專院校嘅教育工作，希望俾大眾了解音樂治療嘅好處。2011年嘅時候咧，咁澳門一個大專院校咧，佢哋就有一個課程改革，所以咧佢哋音樂教育嘅學士學位課程咧就加插咗一個音樂治療嘅選修科。咁主要嘅目的就係希望音樂老師佢哋將來投身社會嘅時候，佢哋如果喺課堂遇到一啲融合生，佢哋可以點樣去調整自己嘅教案，令到佢哋可以一齊參與唔同程度嘅音樂活動。咁音樂治療咧，其實都有唔同嘅approaches，我哋叫做，譬如我哋有一啲係做一啲成人嘅壓力管理啦，我哋主要就做一啲 receptive 嘅，即係被動式嘅。我哋可能會播音樂，然後我哋會教佢哋一啲呼吸嘅節奏啦，做一啲肌肉嘅放鬆啦，呢啲就係我哋叫做被動式嘅音樂治療。咁但係如果我哋可能做一啲 team building 嘅成人嘅 team building 嘅，我哋可能會做一啲活動式嘅，即係大家一齊去玩音樂。音樂治療師就會利用佢自己嘅音樂嘅專業啦，去調整一下我哋樂器嘅運用啦，我哋點樣唔使睇譜，唔需要有音樂嘅背景，佢哋都可以一齊去玩音樂，一齊去玩樂器。花花花花花，1、2、3 ，Let's go！ 我相信唔同嘅年齡嘅人都係需要音樂，對於長者又好，對於唔同年紀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舒緩，同埋佢好簡單咋，唱歌係快樂嘅。調整呼吸，準備3、2、1。程文正係一位音樂創作人，作曲、填詞同演唱佢都可以一手包辦，而佢仲有另一個身份就係歌唱導師。今日佢同一班老友記分享將一首歌唱好會帶嚟嘅好處。因為佢哋可能喺個技巧上面，可能有啲嘢已經久而久之用慣咗嗰個方式，所以佢好多時候咧，佢哋唔係好記得咗原來呢個位我可以俾自己有緩衝，我又偷下氣，我可以令嗰件事更加可以去得遠啲嘅喎。第二種就係大家咧，可能俾舊式嘅舊派啲嘅唱腔，佢哋會影響到，即係例如可能係震音過多啦，或者可能係成個狀態咁純模仿個歌手嘅做法，就冇咗自己嘅聲線啦。咁我而家就要將佢呢啲過多嘅嘢，將佢降低，令到佢可以更加基礎上面再穩陣啲咯。佢哋個個都好有 talent 嘅，其實只不過係大家可能俾咗一個年齡去限制住自己嘅啫。而且有好多人都會將一個誤解，就係唱 K 同埋唱歌係當同一樣嘢，其實係唔同嘅。佢嘅高音啊、低音啊、唔同嘅技巧啊，點樣入到個情感裏邊啊。你自己唱一首歌，你總會有好多主觀覺得自己哇，我都唱得幾好喎，或者點樣嘅。咁但係當你再想只有進步空間嘅時候咧，你需要一個專業啲嘅老師去令到你一啲發聲嘅位置啊，或者可能你自己本身嘅音域上邊原來你未有突破點嘅時候，需要有個人去幫你達到你自己另一個嘅層次要求咯。我嘅身份咧有啲似心理醫生多啲嘅，因為好多時候大家需要用音樂嚟療癒自己啊。咁我亦都會解釋俾你聽，就係話你揀咗隻歌，
邊啲位置點解會令到你自己有痛嘅感覺咧？原來係刺中咗某一個佢可能佢突破緊嘅課題，佢未解決得到。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幾有趣嘅一件事。音樂除咗可以抒發情感，有啲時候更加可以作為一種媒介，透過音樂治療師嘅引導，達到治療嘅效果。音樂其中一個獨特性咧，其實我哋會話佢係一個非語言嘅溝通嚟嘅。有一啲受助者咧，由於各種嘅原因啦，其中一個比較大嘅困難，佢哋唔善於同人哋溝通嘅。咁但係反而喺音樂嘅環境入邊咧，第一佢哋會有動機，可能去用佢哋嘅聲音去發聲啦，可能會肯拖住人哋嘅手一齊拍手啊，或者可能會比較願意望人哋啊，有一啲交流嘅。主修音樂治療嘅黃善彤，經常透過舉辦唔同嘅工作坊同音樂治療活動，令到參加者喺輕鬆嘅氣氛之下，享受音樂帶嚟嘅樂趣同喜悅。音樂治療嘅話咧，必須有3個元素嘅。咁第一定係音樂啦。咁第二個係有一個服務使用者啦，咁第三咧係需要有係音樂治療師嘅。每一次有新嘅個案，即係不管係個人或者係團體，其實我哋第一步係會評估佢有冇治療需要先嘅，咁同埋個治療需要係乜嘢，咁然後我哋再做一個叫做音樂治療嘅方案去俾佢咯。咁我哋有比較常見，因為我講緊可能音樂治療師會服務一啲特別嘅族群嘅，譬如係一啲出現咗一啲問題嘅早產 BB 啦，咁去到可能小朋友發覺佢哋發展上面出現咗一啲遲緩，或者可能有一啲困難嘅狀況啦，或者有啲係疑似或者確診咗係有特殊學習需要嘅小朋友啦，身心障礙者啦，不管係咩年紀啦，老人院啦或者老人家啦，當佢哋身體機能開始有啲出現一啲退化嘅情況咧，其實音樂治療都可以係一個好好嘅介入嚟嘅，去幫我哋接受服務嘅人啦，去改善唔同嘅身心嘅問題嘅，主要係一啲溝通上面啦、社交啦、認知啦、行為啦、肢體啊、身體或者係你成個人嘅身心健康嘅。我哋個目標其實唔係話教我哋嘅受助者去唱歌或者用樂器，只不過係透過呢啲過程咧，去幫佢哋改善一啲方面嘅技巧啊。即係好似今日咁樣，因為其實中老年嘅受助者，我哋其中個目標可能係會係想延緩佢哋嘅衰老咁樣咯。通常就會收到一個個案，咁有時可能係一個團體嘅受助者啦，需要佢有啲背景嘅資料嘅。團體嘅職員都會同我哋講呢一班受助者嘅特點嘅。根據受助者嘅年齡層咧，治療師就會去準備一啲通常呢一個年齡層嘅受助者都會熟悉嘅歌曲，同埋適合嘅治療活動嘅。咁活動嘅嗰個內容有好多嘅，有歌唱嘅形式啦，會有一啲玩樂器嘅形式啦，亦都會有一啲可能叫做律動啦。咁亦都會有聆聽音樂嘅部分嘅。咁玩樂器咧，大家會見到係比較多用敲擊類嘅樂器同埋細型嘅。咁第一敲擊類嘅樂器咧，比較容易操作，好容易要有成功感嘅，就好容易就會用到噶啦。咁樣亦都可以跟住音樂一齊玩嘅。另一個俾佢哋出嚟自己自由選樂器嘅原因，就係我哋喺音樂治療入邊都好強調，就係有一個空間去俾我哋參加者去 make choice， 即係去做選擇嘅。咁我哋都可以觀察翻其實佢哋嘅興趣喺邊度咁樣。去到尾嘅時候，其實都會做翻一啲放鬆啲嘅嘢，可能會俾海浪鼓啊，或者請佢哋細細力彈下吉他，咁就將佢哋嗰個情緒啊，或者嗰個活躍度就稍微降翻落嚟，咁就做一個即係放鬆嘅舒緩嘅部分。咁去到最後都係有一個即係完結歌嘅部分，就等佢哋知道我哋今日嚟到呢度啦，咁都會即係再提醒翻佢哋，我哋下次都會再有上堂嘅時間。音樂可以係提升身心健康嘅方法之一，其中包括參加有助舒壓、增進社交同提升自我嘅工作坊，亦都可以透過諮詢專業嘅音樂治療師嚟了解個人嘅情況。
喺澳門其實我哋已經有相關嘅機構咧，去揾音樂治療師去做一啲音樂治療減壓服務啦，或者音樂治療減壓工作坊啦，去同大家去分享究竟音樂治療喺普羅大眾上面可以點樣運用到咧？譬如當你好精神緊張嘅時候，你點樣可以去揀一啲合適嘅音樂去做放鬆練習啦，去做肌肉放鬆啦，又或者可能你點樣去揀一啲音樂去配合自己做運動，去提高自己嘅抗逆力啦，點樣去揀一啲音樂去配合做運動嘅時候，可以增加自己嘅安多酚啦，令到自己心情會好啲。咁呢啲就係普羅大眾大家都可以用到嘅地方。好，我哋嚟緊落嚟咧，就會同大家示範一下咧，點樣可以用音樂治療嘅技巧咧，去達到一個自己放鬆嘅一個嘅目標。咁呢個示範咧就係腹式呼吸啦。首先你會揀一個啱自己嘅音樂啦，然後我哋配合音樂嘅旋律去做一個呼吸嘅調整。嘅音樂嘅速度咧唔可以太快，同埋唔可以有節奏性嘅音樂啦。個動作點樣做咧？就係將我哋一個手放喺心口，一個手放喺腹部。我哋透過鼻吸嘴呼呢個過程咧，去達到一個放鬆嘅效果。做嘅時候咧，可以掀埋眼睛啦。鼻吸氣嘅時候，腹部嘅手咧係會感覺到成個腹部咧係膨脹嘅。好，嘴呼嘅時候咧，腹部咧係會收縮。除咗腹式呼吸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叫做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咁呢個就係透過我哋收緊我哋身體嘅肌肉同埋放鬆我哋肌肉呢個練習咧，令到自己放鬆嘅效果。首先，我哋可以將我哋嘅下巴貼緊我哋心口嘅位置，收緊。好，感覺一下繃緊狀態之下咧，慢慢放鬆，將下巴翻原本嘅位置。咁呢個第一個動作。另外動作咧，我哋就會將我哋雙手伸直，收緊拳頭。你會感覺到掌心咧微微發熱啦，係啦。咁我哋慢慢打開手指，放鬆手腕，將我哋成個手臂慢慢放鬆，放翻喺我哋大腿嘅位置咧，好似有一股氣流咧，由手指慢慢放鬆到去我哋嘅手臂成個位置。咁第三組群組咧就會係我哋膊頭位置啦。我哋將我哋兩個膊頭貼近耳仔方向拉緊，貼得越近越好。慢慢放低膊頭，放鬆自己。下半身我哋會做啲咩動作呢？首先我哋會將我哋兩隻腳伸直，腳尖向自己身體方向拉緊，小腿肌肉咧有啲繃緊嘅狀態，係咪？我哋 hold 住，然後慢慢放鬆，然後將我哋兩隻腳慢慢放翻喺地下。另外一個咧就係兩隻腳伸直，然後腳尖向地下方向拉緊，係啦。咁呢個動作咧就會令到你大腿嘅肌肉好繃緊啦。研究有顯示啦，當我哋如果將呢個漸進式肌肉鬆弛練習配合翻音樂去一齊做嘅時候咧，嗰個成效咧係會比冇音樂嘅成效咧係嚟得顯著嘅，達到一個身心放鬆嘅效果。音樂唔單止係一種娛樂，更加係一種陪伴、治癒同連結人與人之間嘅神奇力量。對我嚟講，我覺得唱歌係一個抒發，係一個寄託嚟嘅。我相信唔同嘅年齡嘅人，係咩行業或者咩嘢嘅一個狀態人呢，都係需要音樂。其實音樂都能夠帶俾你一啲滿足、一啲快樂感咯。咁同埋我哋做治療師就會覺得啊，就算可能係一啲即係重度嘅身心障礙者，佢哋都能夠由音樂嗰度得益嘅。咁我覺得即係音樂作為一個治療媒介啦，或者一種藝術形式，其實好神奇。其實可能就一兩首歌、一兩個活動，其實佢哋已經可以建立到嗰個關係出嚟。音樂咧其實都係無處不在、處處都在啦，每個人都會中意音樂噶。所以當你哋如果有需要嘅時候，你諗起啊，音樂治療師原來都係左緊嘅，你哋都可以揾我哋做提供一啲服務啊咁樣。